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4月14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一聊特朗普的贸易战、特朗普的关税对咱们的影响。今天这个界面新闻他刊登一篇文章，叫《中国小家电之都，关税冲击是暂时的，积极寻找其他出路》。它主要是介绍这个中国小家电之都叫慈禧他们这些慈禧的这些工厂老板们外贸商怎么应对这个关税的冲击。但是文章的这个前言说，就慈禧家电市场来看，整体受特朗普政府加征关税影响并未想象的大。这个界面新闻采访了几位这个老板还有这些出口商、外贸商。4月5日，客户都从深圳飞过来验货了，验完货又说不发了。李本智告诉界面新闻记者，李本智是慈溪市中康电器总经理，这是一家以从事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为主的企业，主要产品是循环扇，对美出口占比约30%。实际上在浙江因为宁波慈溪很多地方他们那个工厂小家电它都是卖到美国的，有的是卖到沃尔玛，有的是直接出口到美国，专门为美国生产，这样的企业非常多过去2周，特朗普领导的美国政府多次宣布对中国加征关税。截至北京时间4月13日，美国对除了部分免征对等关税之外的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加征关税税率已达到了145%。这个政策又变了特朗普这个政策是几个小时一变一天好几遍。我看老有粉丝留言说什么我看特朗普不是这么说的，这个较真就没意思了，因为特朗普他自己又变了。这个世界唯一确定的就是特朗普的不确定性。特朗普好像昨天又说对中国这个部分电子产品免除这个对等关税，但是那个今年2月1月份加的那个20%那叫芬太尼税，它不是2次吗？一次加了10%，又加了10%、20%，这个是不免的。完了还说了这个对等关税免也是暂时的。所以说特朗普他就根本没想着消停，给人感觉就是精神不太正常。我们接着往下看说中国小家电之都慈禧的家电对美出口暂时停摆，大多数厂商等待观望，要蓄力开拓其他区域市场。也有一小部分厂商不愿意放弃美国这块蛋糕，准备转战东南亚开厂。这个记者说车沿着浙江慈溪光海卫镇往前开，车辆川流不息，一个接一个家电公司被甩在身后。走进任何其中一家家电公司，都能听到他们用浓重的慈禧口音、中英文夹杂着讨论特朗普政府加征关税、中美贸易战、爱国等当前热点话题。这里不是中国1线城市，也不是热点2线城市，而是中国浙江一个镇级行政单位，就是浙江下面一个镇都这么热闹。根据赛迪方略县域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2024投资竞争力100强线榜单，浙江第一位入榜的是慈溪市，而非人尽皆知的义乌。慈溪政务数据显示，2024年欧盟、美国、东盟3大主要市场份额占慈溪市出口50%以上，机电类产品占总出口的80%以上，其中家用电器占40%，美国是其第2大出口市场。宁波金信发文称家电产业是慈溪的第1大支柱产业和传统特色优势行业，占了该市工业总量的1/3。光海卫镇作为慈溪市最大的镇，更是布局了空气炸锅、电熨斗、循环扇等大大小小家电公司。光海卫镇甚至在多个村子里规划起了小微园区，助力这些家电企业更合理的布局和经营。在李本智看来特朗普主导的关税战对美国损失更大。以国际贸易中的门到门交易为例，李本智算了一本账，他说原本到美国是7万美金，走东南亚是8000美金，没有提港费。他说现在除了暴增的140%的关税，美国客户还要额外付50万到150万美金的提港费，成本加起来是原来的很多倍。美国客户吃不消，只能暂停发货。李本智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这些天李本智跟客户都在邮件沟通，货就压在公司仓库，双方都没有办法，也感到无力。
主要策略是先拖着，这个静观其变呢，以拖待变。宁波新电互联科技有限公司主要运营有慈溪家电馆和家电生态圈两个平台，他们跨境电商业务100%都是对美出口贸易，经营工厂约10%对美出口贸易。总经理徐雪辉告诉界面新闻记者，他们目前也在观察，在等待，谁也看不清过几天后特朗普要真的怎么变。你看看啊，都在等着特朗普这个神经质啊。于雪辉的公司产品目前在美国还有一些库存，他认为这些库存是筹码，因为这批货都在关税前就运到，这就非常有成本优势。对这批货，他的策略是价格向上微调，并减少广告费投入。他自己也咨询了同行，但在是否抬价上，他们都没有答案。就目前来看，很多同行并未抬价，如果自己贸然抬价，会影响销量和排名。大家目前是相互观望的态度，但最后随着库存的减少，这种政策下，跨境电商端提价是迟早的事。于雪辉称于雪辉认为同行暂时没抬价，还有一个不确定性是美国从东南亚的进口会不会影响线上。跨境电商端也有客户要求于雪辉生产的，但于雪辉考虑先不做，因为做了之后不一定能发。于雪辉称这个于雪辉经营的工厂业务方面，没下单的客户暂停下单，下单的客户我们也暂停生产了。他们公司最近也有位美国客户来访，来之前还没有加关税，来那天就加了。客户直接说再等等再看。这位美国客户在与于雪辉交流中一直狂骂特朗普。你看美国人骂特朗普，我也不知道这些华川粉为什么那么力挺特朗普，这缺心眼是缺心眼到家了。还有美国客户在跟他们工厂谈降价，要求降10到20个点。于雪辉笑道，这根本没办法谈，因为从出口来讲，纯利润5个点已经很好了，我又不可能亏钱，我宁可放一段时间。确实你亏钱做图什么呢？慈溪益商电器主要生产空气炸锅，美国客户占比10%。总经理毛百生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他们有个美国订单，产品模具已经在打了，但客户说暂停生产，还没有生产的2个订单，客户也说暂停生产。毛博生也在观望，他认为就目前形势来看，一方面加关税的到时候要亏钱，另一方面他觉得政策不确定，也就是特朗普恐怕还要变。一位慈溪货代人士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特朗普加征关税目前影响最大的是在途货物，这些货物到港后到底会被怎样处置还没有定论。其他的产品因为已暂停发货，目前影响不大。除了观望，这几家公司管理层也提到了转口贸易应对和东南亚投资建厂应对方案，他们认为这种解决方案实操上很难行得通。他说，比如转口贸易，李本智认为很难，本来发货到货可能10天时间，兜一圈的话，今年过去可能要明年才到，时间成本太高了。这是他认为的转口贸易对一些企业想去东南亚国家开厂的策略，李本智也抱怀疑态度，越南自己也卡住了。毛博生认为东南亚建厂有2个实际问题，一是招人难，交货期到了找不到上班的人，那边的人今天拿完工资，明天就不来上班了，打工人的素质达不到我们的要求，但把中国人拉去，工资又要翻倍。他认为最关键的问题是产业链问题，一个模具坏了，东南亚修都很难找到地方，但慈溪用过零部件，只要一个电话打过来就能解决。毛博生身边有家公司前2年去东南亚开厂，但去年又重新回到慈溪，这更坚定了他不会出海建厂的决定，也就是配套设施跟不上这个我深有体会这个现在我不清楚什么情况，反正10几年前在深圳华强北，你要想生产一台手机非常容易，1公里之内你基本那个手机上的那些材料报幕表上那些材料全部能找齐，而且你还能找到一家工厂替你代工，就这么厉害。于雪辉身边也有老板说要去东南亚建厂，但他自己感觉建厂不会那么快，谁也不知道90天后到底会怎么样。比如特朗普会不会跟越南搞双边协议，东南亚一下子出了那么多订单，美国不会不知道很多来自中国。于雪辉表示从产业链角度看，于雪辉也不看好东南亚市场，小家电东南亚厂商非常少，同时东南亚虽然人工便宜，但无论效率
还是配套东南亚工厂也根本没办法和中国竞争。家电行业有300个品类，一个产品就100个配件，缺哪个配件也组装不起来。但在慈禧，任何一个配件只要1个小时就能送到，而且配件相关厂家也不止一家，那就是充分竞争啊，价格绝对合理。羽协会进一步表示啊，别说东南亚没有竞争力，很多国内城市也没有竞争力。国内黑龙江、广西、云南让我们帮忙招商，没有厂家愿意去，主要产业链招商不过去。羽协会称，对当下慈禧家电企业来说，李本志认为企业接下来最好是转内销，但这在国内市场本来很卷的情况下，内销会更难做。说的内销啊，这纯粹就是还是做这个存量蛋糕啊，打这个存量的主意。内销那只会加大这个竞争嘛，内卷加剧。那个京东啊，不是要出多少钱，对吧？帮这些外贸企业内销，你这个内销能不能做出增量出来？增量也就是你让我多花钱，你让我买2个空气炸锅，你给我一个理由，对吧？那电烤箱、那电风扇本来都出口到美国的，对吧？你想让我买，为什么？对吧？我本来买了一台了，你现在还卖一台这个外贸的，出口转内销，也就是说你要做这个增量不容易，尤其在这个消费者收入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大家都要勒紧裤腰带。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企业表态啊，纯粹是一种宣示，是一种表明立场，表明心迹，他不一定真那么做，或者真那么做他不一定有效果。所以大家把这个搞明白。如果内销那么容易解决，那你说这些企业何必舍近求远呢？还往美国卖？羽协会则表示，企业应该着力去开拓新的市场，美国市场就先观望，看政策变化。我觉得这个倒是个办法，但是啊，这也是权宜之计，也就是你去开拓，比如说非洲市场、南美市场、欧盟市场都可以，或者加大这些市场。但是久而久之啊，他们就是欧盟或者南美或者非洲，恐怕他们也受不了。但凡有点想法的这个地区或者政府啊，他都想搞本地，对吧？国产本地化，他也解决就业啊，他也要提高这个收入啊，那他就会对你这进口的东西，他就会加关税，保护本国的这些企业或者工业。这个是个趋势啊。羽协会这天下午刚接待了一组澳洲客户的到访，澳洲客户告诉他，很多中国工厂在跟他们聊怎么去开拓澳洲市场，跟他们聊的工厂前所未有的多。另外，羽协会称，工厂去做产品迭代升级和创新也是一条路，这个还是叫打铁还需自身硬，也就是说，即便特朗普加关税，那别人还是竞争不过我，对吧？我的价格加了关税之后，美国人还是能接受，那你厉害，对吧？这就需要你技术，你的效率要高，技术要先进，你有创新，别人做不到。所以说这个逼得我们有很多行业啊，它在不断的创新，你要不然你活不下来。他举例说啊，一个绞肉机一开始在美国卖$159，现在因为价格竞争和同质化卖到了$59，就是少了$100啊，价格便宜了2/3。他这说明美国是能接受绞肉机卖$150这件事的。他只要你的产品有核心竞争力，有差异化，这话说的真对。也就是你把绞肉机你卖到$159，美国人是买得起的。但是当你出现同质化竞争，有人卖59，东西是一样的，那人家当然买59的，你2个产品一样，人家为什么不买59的呢？但是如果你的产品有核心竞争力，别人模仿不了，功能更先进，你卖$159，人家买得起。这个上述慈禧货代人士证实了羽协会的看法。这个货代人士称啊，目前正在发货，比如有点利润的建筑地漏，比如冷门的竞争少的汽车配件，也就这些东西恐怕海外其他市场啊，其他的国家还没有这东西生产，或者生产这东西也挺麻烦，那这玩意就只有中国慈禧有，那它价格就上去了。你加关税，人家把关税转移给消费者了。这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是国内还是出口商们正在积极开拓国外市场，竞争都进一步加剧。慈禧永联电子有限公司专注于网线、跳线、水晶头的制造商，主要做欧洲市场和中东市场。董事长潘家杰告诉界面新闻记者，他们公司已经感受到了同行开拓他们已有市场上的压力，要加大科研投入，保持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也就是这个企业它本来在中东市场做，那很多在美国市场做的这些客户啊，这些老板因为美国市场做不下去了，他就只好开拓中东啊。你到中东去，实际上又遇到中国人，又是互相竞争。就慈禧家电市场来看，
整体受特朗普加关税影响并未想象的大。于学会表示磁吸家电出口比率最大的是欧洲，广东顺德家电工厂第一大出口国才是美国。这也体现了两个产业带不同，因为美国客户单量更大，他们要求厂家规模更大，品控更强，产能更大。李本智认为美国的订单都很大，主要是头部家电企业受影响大。磁吸受影响最大的是先锋电器，该公司主要做取暖器和电风扇。值得关注的是，宁波市相关部门正在调研这些对美贸易占比高的企业。一位宁波知情人士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宁波市政府相关部门4月9日就举行了一场企业座谈会，参会的企业为宁波市大的外贸企业。在慈溪，市场部门也在走访调研企业，询问相关对美出口的困境和策略。毛博生等坚信相关部门会为企业保驾护航。虽然单项贸易遇到一些困难，比较难熬，但他们会按照自己的节奏做好生产经营，不受特朗普政府加征关税影响，很快渡过难关。特朗普也搞了很多次，企业也经历了历次低谷期，也没有那么大反应，对美出口只能先暂停观察一下。李本智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这个是界面新闻他主要采访这个磁吸的这个家电出口行业。通过采访这几个老板，界面新闻他认为这个特朗普加征关税对磁吸的这个小家电影响没有那么大。就我能理解现在正是叫大家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就是这个一起来对付这个特朗普的加征关税这个行为，所以难免有互相打气的这种成分，也有那种叫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的部分。实际上这个贸易战，你看咱们政府的表态，一而再再而三的说贸易战没有赢家，这怎么理解呢？就是我们先不说美国和特朗普，你这贸易战咱们就没有赢，对吧？这是政府首脑一而再再而三表述的，也就是说只要打贸易战，我们肯定吃亏，没有赢家嘛。当然了，我们反击那也是被迫的，那不是特朗普先打起了贸易战吗？你是被迫反击你不反击，关税就已经加上了。现在好歹你看电子产品它暂时不加关税，但是对我们的负面影响那是100%的。至于说磁吸这个家电市场、家电行业没有受到影响，那只是这个含义还在路上，没有那么快，不可能是特朗普在美国那边按一下这个按钮，然后中国的这个磁吸所有的企业就黄了，没有那么快，大家还要挣扎挣扎。尤其是磁吸的这个家电出口它美国不是占第一，对吧？美国还是占第二，这就是更多的出口到欧洲的其他市场的，所以他们还能挺一挺。但是我们要算总占。什么叫总占呢？就是小家电的产能，你知道我们有多大吗？对吧？恐怕占世界的2%，甚至80%。你这么大的产能，你本来有美国市场在，你这个产能还能消化。现在美国市场你已经卖不了了，你这个产能往哪儿放？你往欧洲放，你往中东放，你往非洲放，你甚至卖到国内，哪个市场都受不了。最终竞争加剧，更加内卷。不是你一黄，不是你倒了，就是别人倒了，要关门。所以说含义，对吧？要吹到磁吸，吹到整个小家电市场，恐怕要那么一点点时间。等你真的赶到含义来的时候，恐怕都晚了。所以说当务之急应该就着特朗普现在怂了。特朗普现在是煮熟的鸭子嘴硬了。总之他动作上他已经怂了，电子产品对吧，暂时取消对等关税这种，那大国就应该借这个机会也表示一种诚意，别人退一步你也退一步，这不就有的谈了吗？所谓的面子都是双方给的。我说特朗普加关税一次直接把对手逼到了墙角，对手不反击是不行。同样的这个特朗普做了让步，已经表示某种诚意，虽然他嘴还挺硬的，但是实际上他已经退了。这个时候如果你不退，那特朗普他没有办法说我再退，当然也有可能特朗普会再退但是我觉得特朗普也可能他就不退了，相当于他也到了墙角，对吧？我已经让步了，结果没有换来这个回应，那他只能更强硬，那这样双方都有损失，没有必要。所以我是建议对吧？既然特朗普让步，那就应该乘胜追击。所谓的乘胜追击是趁机对吧，跟他谈判，态度已经表明了，你要打咱们就往下打，你要谈咱们也配合。实际上你稍微谈点空间出来，这些小家电、这些厂商、这些外贸的客户他就能运作，因为有了利润空间
无非多挣少挣。这2天啊，聊这个特朗普的关税聊的比较多，然后就给那个化妆粉那个粪坑里面好像扔了个石头进去了，那个蛆啊就是外溢啊，四处乱爬，骂都骂不走啊。就我也不太理解，这哪儿出来化妆粉？这真的不担心特朗普哪天一不高兴把他送回来吗？这事特朗普能干出来啊！你千万不要以为特朗普干不出这事啊，对吧？他给你一个选择嘛，要么你花500万美金买张卡，金卡，对吧？要么你就回去吧，回到你的家乡，你不要占美国便宜。哎，这个永远健康的万斯说了，咱们把那个便宜货卖给美国，对吧？咱们中国叫乡下人借钱给美国人买中国的便宜货，这是对美国的剥削。万斯他也认为啊，你这些在美国的华人，你就是占美国便宜。按理来说，你这些化妆粉，他跟万斯跟特朗普应该是矛盾的，就像那个马斯克跟特朗普之间，他是根本矛盾的。这个他们是怎么结合到一起的呢？这就非常奇怪啊！你骂都骂不走。今天我也看到一个评论啊，在管子上面的一个化妆粉，这缺心眼缺到什么程度啊？大家欣赏一下，他这个评论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又看了你几期节目，哇，这好大的恩情啊！这按照万斯的说法，我的感恩就是我反省一下，我有没有感恩，有没有感谢？你看他又看了我几期节目啊，我得感谢他，感恩一下啊。这个按照这个万斯的号召，我得感恩一下。他说现在可以明确了，我对你的判断没错。他说当初我说你是大内宣的口吻，现在可以明确你就是个大外宣。不太懂啊。他说当初说我是大内宣，现在他说我也是大外宣，是收了某共钱财的自媒体，我收了某共的钱财，是某共这个御用自媒体，但是现在某个超市说要告我，要我赔100万，那就是要国家赔100万是吗？要大头来赔100万吗？就是这种傻缺这种缺心眼的，也不知道他爸跟他妈当年是怎么把他造出来的，这不是恐怕姿势不对啊，姿势不对啊，要么就是王叔叔捣乱，说当初关注你是因为你支持乌克兰的言论，现在看你不是支持乌克兰，你只是为了帮某共反川而已。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得出这个结论啊。你说你瞧不起评论区网友所谓关于一穷二白的公平之言论，但是你为什么要支持乌克兰呢？乌克兰从体量、武力、经济都不及俄罗斯，继续打下去那就是一穷二白的公平。我也不知道这中间什么逻辑关系啊，这显然是脑子被怼坏了。这中间有什么关系啊？说你现在还是否支持乌克兰呢？你支持乌克兰，那就和你之前的立场变得对立了。你不支持乌克兰，那就别舔着脸说自己是支持正义的一方了。我就不知道这个，也就是这个，我只能认为他一日三餐都在吃屎。他但凡有一顿不吃，他就不至于这样，脑子这么乱了。这个我在有一期节目里面说了，一穷二白的公平，指的是这个国家没有钱，很穷，然后你追求那个大家没有钱，然后追求那公平。我也只能说这个傻逼啊，不好意思啊，我说粗话啊，因为你说粗话才能这个让自己这个更加这个直抒胸臆啊心意啊。他显然很年轻，知道吧？他不知道上个世纪60年代那叫一穷二白的公平啊，除了大队书记不一样，其他人都一样啊，因为你出工就是一个工分呢，你分的粮食是一样多啊，那特别公平，饿死都一起饿死，这种公平有什么意义啊？所以这个人恐怕还是个夹头粉呢。这种一穷二白的公平，他喜欢是吗？喜欢你跑到美国待着干啥？你看他这个说话语气，他应该是在美国的，那你回来呀，对吧？跟加头老师一起，对吧？共建这样的一个社会啊，这不就是个夹头粉吗？他喜欢这种所谓的公平，穷也要大家一起穷，但是人自己去了美国，对吧？加头老师也是号召大家一起穷，公平嘛，但是他税少交一点，对吧？他到美国买房，他可不想跟你公平，人家也先富。我也不知道，我这个栏目怎么会来这么多缺心眼的呢？我基本上每一期有机会就骂这些人，他为什么？你看，他说我又看了你几期节目，也就是说被骂完之后，他还要看，坚持要看，坚持挨骂，这个也是一种，对吧？也是一种境界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就是他也不知道怎么想的。你只要你说的跟他不一样，你就是洗地啊！你只要说的跟他不一样，那你就是大外宣。就是说，你社团你就必须反，社团说一，你就不能说一啊！这个社团说了啊，屎不能吃，那你也为了反社团，你就得说屎是能吃的，不信我吃给你看。他就是这种逻辑啊，逢社团必反，你就缺心眼缺成这种地步。我一直说咱们就事论事，你只要说法跟他想象的不一样，他马上就你是啊拿了钱的大外宣，好像这个大外宣挺容易的，加头老师都没混到大外宣，对吧？你看，如果说加头老师是大外宣，那怎么还罚的呢？
就我也不知道这个人他是脑子怎么想的，动不动就是大外宣，好像这个社团的这个编制很好拿呀。实际上你要真要说起到大外宣的效果的，恰恰是这些化妆粉，因为他们表面上看啊，他是黑，实际上他是低级黑高级红，就是他用他那个表演，无非就是想让这个墙内的人看到，哦，原来墙外是这么丑陋，这么弱智，到了美帝那儿，这智商反而直线下降。确实啊，你要看很多海外的华人，那个智商是急剧下降，简直就是笑话。这不就是他们表演的吗？表演让墙内人一看，哦，原来啊还是墙内安全呢，还是井里面安全，这井外确实环境太差，它不就起这么个效果吗？那你说到底谁是谁的帮凶呢？所以这些化妆粉啊，他表面上是愚蠢，实际上啊，他才是帮忙，他无非就是用自己来硬托，来证明，来衬托，对吧？这个还是墙内好，还是井里安全，对吧？一旦你出了井啊，你翻了墙，你连智商都没了。这些化妆粉就是一遍一遍的去向你证明这一点，不就这意思吗？哎，我都说了，这化妆粉呢，你现在当务之急啊，因为未来有可能这个永远健康的万斯恐怕还要执政。你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个几年时间，你应该努力，对吧？打3份工、4份工，努力攒那500万，买一个这个金卡，那个是护身符啊。万一到时候万斯，对吧，要把你遣返回来，你有了金卡应该好一点。要么你就赶紧攒钱换皮吧，对吧？这换成白色的，否则到时候你所爱戴的特朗普同志要把你送回来，那是多么的残忍的一件事啊，多么难堪呐，对吧？你有心思在别人那个自媒体下面阴阳怪气的秀你的智商，你为什么不去多刷刷盘子呢？你要攒够了500万美金啊，出路是有的，对吧？加油吧，化妆粉，不要浪费时间。特朗普已经很生气了啊，保不齐他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所以还是要小心，很有可能拿在美的这些华人出气啊，多保重啊。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